人生艺界消息来看到，出名model林志玲顶个月伫台南请结婚岛，请到演艺界好朋友蔡康永来主持婚礼。落尾艺人蔡康永伊接受电视节目访问的时，伊讲到林志玲搁再特别放刁，讲若是无来主持，伊就无爱嫁。佮讲到林志玲包括伊的红包介绍，差不多是台票1800块，害小 S 话讲实在是有够少。 台湾第一有名的模特儿林志玲顶个月伫咧台南办婚礼，毋但翁仔某的一举动受到注意，佮找来好朋友蔡康永来做婚礼主持人。进前蔡康永上节目的时阵，就有讲受到邀请的过程。只要班机延迟个5分钟，我就会晚到。然后呢，我就说拜托你找一个备胎人选，你不要指望我。他就回我一句话说：“你不来，我就不嫁了。” 原来伫咧林志玲办婚礼头一天，蔡康永也搁伫咧中国无闲工课，但是为着好朋友除了随飞转来台北，转高铁来到台南，就连伪装甲头毛嘛是伫飞轮机顶处理的。我在高铁上，在搭火车的时候呢，就收到林志玲的一通简讯说：“请问你有准时搭上车了吗？”我就回说有。 他就说：“那我可以开始化妆了。”外界就真好奇，排除一切困难参加婚礼主持的蔡康永，到底是收到林志玲的红包是偌济？大概人民币400元左右。真的假的？很多吗？很少。讲无到2000块的红包，蔡康永讲伊毋是真注重这个，只是婚礼主持压力真大，嘛，互伊毋敢过来接。敢若望已经做人太太林志玲会当过着幸福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